猪肉末在煎锅里滋滋作响，随后倒入酱汁调味，一番拌炒后，美味的打抛猪就上桌。另外还有绿咖喱、鸡肉搭配豆角、杏鲍菇，盛盘后再来颗溏心蛋，再配上一碗味噌汤，就是日式与泰式料理的美味碰撞。菜是代表一个人吧，有时候从小到大，我觉得就是像我自己觉得，可能比较情绪上的东西，有时候就会跟比较有记忆点的东西做结合。好比说你家人做给你的一道菜，或是你在情绪很丰满的时候听到的音乐。边做菜边分享心得，这位厨师本身是饮料店员工，来到这间不存在食堂，化身主厨料理自己拿手的私房菜，给30名顾客品尝。那不存在食堂里面有包含3种邀请对象，一种是百工职人，各行各业的人，然后擅长料理的；然后另外一种是曾经存在于就是我们都吃得到的店，可是他后来已经退休了，然后再请他出来再煮一次。那第3种呢，就是邀请一些常民主厨，我没有接触到的一些素人，然后他们来报名，邀请引申各领域的职人，跳脱传统餐厅概念，依照个人擅长端出料理，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奇妙组合。不仅提供观展民众的餐食需求，也融合主厨迷人的故事。经由不存在食堂，能够去设计出一个人跟人的新的交流的关系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台湾设计展当中，我觉得最特别这个不同的料理，它可能会是一个跟台南人最贴近的故事。在为期12天的台湾设计展中，带来了超过30场的食堂体验，透过接力下厨，有如一期一会般独特，体验台南的常民美食。记者周怀台南报道。